自2025年2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刻苦家己的心来悔改。圣经，咱做来听读民数记29章第19到40节。7月初一，恁着举行圣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，这是恁分扫角的日。恁着献芳芳的烧化祭予上主，就是献无瑕疵的一只牛公仔、一只绵羊公、7只一岁的绵羊公仔。献素祭的时，着用超油的幼米粉，一只牛公配合3公斤，一只绵羊公配合2公斤。迄7只绵羊公仔，逐只配合1公斤。阁着献一只山羊公做赎罪祭，甲恁赎罪。除了逐个月初一的烧化祭甲做伙献的素祭，以及逐日着献的烧化祭甲素祭，以及照规例献的奠酒祭以外，以上遐个着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。7月初10，恁着举行圣会。刻苦禁食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恁着献芳芳的烧化祭予上主，就是无瑕疵的一只牛公仔、一只绵羊公，甲7只一岁的绵羊公仔。献素祭的时，着用超油的幼米粉；献牛公的时，着配合3公斤；献绵羊公的时，着配合2公斤。献迄7只绵羊公仔的时，逐只着配合1公斤。阁着献一只山羊公做赎罪祭，这个是赎罪祭。逐日献的烧化祭甲素祭，以及奠酒祭以外着献的祭。7月15，恁着举行圣会，敬拜上主。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7句守罪庆祝，恁着献烧化祭，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，就是献无瑕疵的13只牛公仔、2只绵羊公、14只一岁的绵羊公仔。献13只牛公仔的时，逐只着配合3公斤超油的幼米粉做素祭；献2只绵羊公的时，逐只着配合2公斤超油的幼米粉；献14只绵羊公仔的时，逐只着配合1公斤超油的幼米粉。阁着献一只山羊公做赎罪祭，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、素祭甲奠酒祭以外着献的祭。第二日，着献无瑕疵的12只牛公仔、2只绵羊公、14只一岁的绵羊公仔。献牛公仔、绵羊公甲绵羊公仔的时，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奠酒祭。阁着献一只山羊公做赎罪祭，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、素祭甲奠酒祭以外着献的祭。第三日，着献无瑕疵的11只牛公仔、2只绵羊公、14只一岁的绵羊公仔。献牛公仔、绵羊公甲绵羊公仔的时，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奠酒祭。阁着献一只山羊公做赎罪祭，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、素祭甲奠酒祭以外着献的祭。第四日，着献无瑕疵的10只牛公仔、2只绵羊公、14只一岁的绵羊公仔。献牛公仔、绵羊公甲绵羊公仔的时，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奠酒祭。阁着献一只山羊公做赎罪祭，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、素祭
甲滇州祭以外着献一祭。第5日，着献无阿族的9只牛犅仔、2只绵羊犅、14只一岁的绵羊犅仔。献牛犅仔、绵羊犅甲绵羊犅仔的时，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滇州祭。阁着献一只山羊犅做赎罪祭，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、素祭甲滇州祭以外着献一祭。第6日，着献无阿族的8只牛犅仔、2只绵羊犅、14只一岁的绵羊犅仔。献牛犅仔、绵羊犅甲绵羊犅仔的时，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滇州祭。阁着献一只山羊犅做赎罪祭，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、素祭甲滇州祭以外着献一祭。第7日，着献无阿族的7只牛犅仔、2只绵羊犅、14只一岁的绵羊犅仔。献牛犅仔、绵羊犅甲绵羊犅仔的时，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滇州祭。阁着献一只山羊犅做赎罪祭，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、素祭甲滇州祭以外着献一祭。第8日，恁着举行严肃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恁着献无阿族的1只牛犅仔、1只绵羊犅、7只一岁的绵羊犅仔，用火烧做芳芳的烧化祭献互上主。献牛犅仔、绵羊犅甲绵羊犅仔的时，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滇州祭。阁着献一只山羊犅做赎罪祭，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、素祭甲滇州祭以外着献一祭。以上这个烧化祭、素祭、滇州祭甲平安祭，恁着伫所定的节期献互上主，这是恁出自所下的愿甲甘心献的以外所着献的。摩西就拢照上主的命令吩咐以色列人，刻苦家己的心来悔改。摩西按照上主的吩咐，将关系日、周、月的逐种献祭条例，拢传互以色列人来遵守。佮讲到每年有3个重要的节日，着爱准备的祭物。第一个是7月初1的犹太新年，人民伫即日爱分扫角，除了烧化祭和素祭，也爱献一只山羊犅做赎罪祭，为人民施行洁净礼。第二个是7月初10的赎罪日，人民伫即日爱自责敬拜，刻苦家己的心，为着做悔改。第三个是7月15日的大寮节，当以色列人受割了后，因会当踮伫田地顶面大寮仔，欢庆收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伫这3个重要节日中，人民必须甲时间分别出来，任何工拢毋通做。一方面，这会当帮助人民伫节期中专注敬拜上主；另外一方面，这也提醒因伫受割了后的喜悦中，爱记得向上主表达感谢，毋通袂记得这一切的供应拢是来自上主。伫1947年发生的二八事件，是台湾历史上重大的悲剧。伫七分事件的中间，侦查员甲宪警单位处理不当了后，
导致民众开始请愿示威、罢工、罢市。后来，阁因为公署的卫兵枪击请愿的民众，互冲突进一步蔓延，由请愿变做是对抗公署，导致冲突更加扩大。抗争也对台北扩及到全台各地方。原本是单一事件，后来成做政治运动。28事件造成真侪台湾人受难，4点军警的镇压，甚至有一寡人民袂捌参与抗争，却因为军队扫射枉死。因为安尼，每一年到这个日子，总是互台湾人想起这段悲伤的过去。总是除了记得这段悲剧所带来的伤害以外，政府应该更加积极促进转型正义，追究过去专制独裁政权违法甲不义行为的真相，互受难者得到平反和补偿，也爱互台湾人意识到民主甲自由的珍贵。对过去反抗殖民政权的高压统治，到今仔日拥有民主甲自由，一路行来并无容易。上主透过重要的祭旗，帮助以色列人记得上主过去安怎拯救因出埃及，互因现今得到讨放甲自由。伫祭旗中，以色列人毋通做工，爱甲时间分别出来，为家己的罪悔改，审视家己甲上主的关系。伫默想祈祷中间，人通搁再体会家己和同胞会当生存落来，拢是出自上主的保守。这份自由是偌尔啊珍贵。愿台湾人伫271天，也会当安静省思台湾悲惨的过去，谨记历史的教训，搁好好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甲自由。愿上主带领台湾未来的道路，伫自由、民主、人权和和平等普世价值顶面不断进步，成做世界各国的帮赞和祝福。愿上主保护台湾这个土地，无受独裁政权的压迫，会当伫世界徛会在、踩会稳。默想伫287天，思想台湾的历史，珍惜上主所赐的民主自由。伫287天，思想台湾的历史，珍惜上主所赐的民主自由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感谢你带领阮的国家台湾，对过去备受压迫，行到现今享有民主自由。愿你继续带领台湾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